大家准时收看，福起来咧！我是钟意群阿群妹，阿群妹知道吼，伫台湾生长真係一件幸福嘅事情，因为有当好品质嘅农作物、农产品，韩国也按多年来吼，阿群妹我真欢喜嘅一件事情，係嘛解呢？就是我真好食咧，这个巧克力它本来的这个原来的作物吼，因讲嘅可可，伫台湾咩开始有人种嘅，韩国进来到，台湾小农自己种植，去甲生产，去甲制作嘅呀很精品的这个巧克力。今日节目当中吼，有请到一类细阿妹嘅佢头摆吼，係做高涨海地嘅上班，不过呀哈高涨海脱脱，温做小童有没有到田里都可田地都去这个有没有闯荡？不过其实唔单像对可的差不了解懂到，韩国对呀巧克力的制作没有懂到了解哦，韩国提供嘅懂到协助分野的台湾的可的农民，就来细细格分享今日嘅来宾，我们来欢迎婉伦，欢迎。各位大家好，我是来自屏东内埔的婉伦。今日呢，真欢喜可以来到也介绍我哋屏东的可可。没错，欢迎婉伦来到节目当中，同大家来分享吼。其实福起来嘅头摆没有小几个懂到无穷样嘅这个可可的小农。古时候做得讲，台湾有种可以来，差唔多乜嘅时间就开始有啲嘅种咧。屏东差不多4、5年前都开始有人在种可可嘅，唔过啲时间呢，我哋都唔只要用嚟加工。因为呀，咩传统台湾有嘅这个作物，可能一开始可能咩抢起种好高嘅听，就想说，我来试种看看。就大家就是觉得很特别啊，加上因为过去我们屏东内埔都是种槟榔，所以说我们大部分的人家都是种非常多的槟榔。那可是说，因为槟榔对健康也不好，那所以说我们2代传承的这个农田之后，慢慢的愈模上一个种槟榔愈看到有人种可可，等于想咁我来试看咯，试试看咯，可以种可可嘛？越种越多，种青岛以后。我哋又唔知要用嚟做巧克力啊？对，古时候虽然你可能早啲15年前就开始有可可啲嘅种，不过都压下，其实係压按多年了。这几年这个可可的一些巧克力的产品啊，可可的其他另外的这些农产品，刚开始渐未来出现。对。我哋压下都近3年来有。俺的屏东的品牌啊，都慢慢的就是推展出来，就是过大概3、4年前，我们屏东县政府就是还有客委会这边给了我们农民很多的补助，然后就是让我们可以去学一些加工的技术。那所以说现在目前大概有25、6个，甚至将近30个品牌，就农民他就转换成农民的身份哈，他从1级慢慢走向2级，甚至走向3级的加工的部分，这样。古时候其实都压下啲屏东亚洲所在，因为其实台湾做的种可可在地理位置上，一开始最适合的就是屏东了嘛。对，因为屏东就是毕竟可可它传统就是在比较是赤道国家才会种植，那等屏东青叶的蔬菜，就是1年4季都如夏，不是如春哦。然后所以说比较适合可可的种植，那雨水也比较丰沛。那因为可可它还是需要比较多雨水的部分。对，古说你台湾屏东做的讲迄种合适可可来种的蔬菜，不过虽然有按到啲屏东有种可可啲嘅卖巧克力的蔬菜，按到这么多的店家，不过你去创立一张按到好时丰农的品牌。2、3年前呐，我哋就鼓励农民说，你都搞用嚟做巧克力啊，你都可以去卖巧克力啊，我去看无种嘛，我就想讲，去好嘅搞亚农民希望他们能做品牌。那时候其实农民都比较保守嘛，都想讲，你喺海外嘛，中外嘅有一种想法，我同外讲嘅，我用嘅种可可，然后他们去开店啊，他就会怕的，他不敢前进啊。那个人想讲，那
从大陆回到屏东要照顾爸爸嘛，所以我就想说，我就跟爸爸说，不然我来成立一个品牌好了，我就专门帮农民做加工，然后来卖巧克力这样子。然后我就觉得自己也可以做一个小小的示范，然后告诉农民说，其实这个是可以做的事情这样子。哇，故事其实好时丰隆它的经营的方式，它并不是说真的自己去种，但其实你是跟顺丰的其他种可可的一的农民来配合，所以是你跟他们你教导他们一些种可可的一些技术。我那时候就是因为看他们种，就他们就会跟我讲说，就是可能产量不是很好啊，然后有一些问题这样，然后台风来就会倒，然后来熊公奇怪怎么会这样子吼，然后我也去国外去做一些考察。有现在都有素材。那时候其实种我们亚洲的南方，其实很多东南亚很多国家种，可是后来我就选择去菲律宾。那会选菲律宾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说，第一个它有台风啊，跟我们一样，对，然后再来就是它是种植面积应该算是近几年来比较大的，然后再来就是说它是目前种植的品质算是非常好的，然后它主要现在的比较大的国际的巧克力公司都是跟他做采购跟配合。那我想说好，我就去那边看人家怎么种，所以我就去了菲律宾，现在的总统的故乡，打爆城市。对，然后去鸦片看一点那种去推一点学习去拜师啊，看一点那种种啊那种加工啊呢。对。然后回来之后呢，我就教农民说啊，你们我学到的是什么，然后我分享给你们，然后你们种完之后你们也不要怕，如果没有地方可以交果的话，那就通通交给我来做加工这样子。那我觉得这样也是一个分工，就是农民专心种啊，我专心做加工，后端的加工的部分。对对对，那他们就大家分工的话，比较不会，就是每个人都可以把他的专长做到最好。不过一开始我有一张问题吼，就会讲因为你像Andy设类巧克力其实是可可果实呀，就会可可果实。可可果实第一度里面有果肉，果肉里面有种子，我们是用那里面的种子来做巧克力。跟果实想到用的有嘛？有什么关系啊？我果实有被虫蛀也没有关系啊，我只是要种子而已啊。那难道要在中亚可可而发动都会侵蚀在它的这个田间管理吗？主要第一个就是说，刚刚讲到吼，其实它被虫蛀都没有关系。那可可它是靠昆虫授粉。所以你绝对不能喷什么呢？所以你这个田里面你要保持它是一个很自然的生态哈，这些昆虫愿意来住在你这个自然的环境，它就会帮你的可可花授粉。那所以说，你第一个就是以前我们过去啦哈，早期他们很喜欢用除草剂呀，草都没有了啊，昆虫住哪里呀，对不对？所以说，我们慢慢就是要改变说，其实你一定要有。让它有一个很自然的生态，然后你要自己去除草。那第二个是我们一定要去修枝，因为它是干生植物嘛，它只有在主干才会结果啊，所以你给它长那么多叶子哈，养分就被吃掉了啊，所以这些过多的这个叶子是不需要的，所以我们就要重新把它做一些修剪，让它是变成可可的伞。而不是跟可可竞争养分的作物啊，所以就是把这些观念带回来给农民。刚开始其实他们很反抗，说什么？那你要我自己背着那个割草机除草哦？对，他们其实刚开始是会反抗，可是慢慢的他也会觉得说，有一个人愿意去试，产量真的变大了，是有效果的，有效果了啊。然后其他的农友就会觉得说，那我也要来试试看。对，因为像台湾可能没有办法像非洲或者是菲律宾动态面积嘞这样子的种植，毕竟我们台湾就是地狭人多嘛，所以其实我们的都会天黑它晒的耶。但是其实农民可以花很多的心力，让少少的可可树种出最多产量的可可。其实现在我们在讲吼，它其实你说花心力跟很多其他的作物比起来，它其实也是算简单的，也是算简单的。你说莲雾啊那些还要套袋啊，还要干嘛？可是它不用，它就是你只要就是每1-2个月给它施点肥，给它修点枝，那不要多余的枝条把它修掉。其实对于老人家而言，尤其是屏东，大部分我们的人口老化很严重对，一等喺路线上阿棒每一等都不会说太劳累这样子。然后再一个就是说，像我们的果实挂果啊，它这样挂在树上可以2-3周都不会坏掉。
对，所以他不会说哦，我今天不急着采收，你不用急着一定要采收，你两天后1个礼拜后再采收，他可以排他的时间，不会说啊爸妹我去游览都唔可以采收，安尼都唔可以去游览的。这种我们的风行不医疗有冇？会跟想到讲会顾牙抽盐的东西，但是其实可可相对来讲，伊它简单呢，按用的作物。对。韩国网轮唔但像去这个菲律宾去学习中的方式，其实在后端的加工，那些懂葱油的哦。对，后端如去日本还有韩国去他们的协会跟他们交流，就是说，因为过去我们台湾的巧克力都是进口钻进来再融，再后置。那我们不一样，我们是要从里面的果实做到巧克力的果片。对，那这个经验我们其实台湾比较没有这样子的经验跟资料，连这种都是15年前张开始有这个做。然后另外一个问题来了，就是你没有机器。爱机器，爱机器，有些东西爱机器囤天数啊，不然你怎么磨得这么细致啊？所以你要去日本、去韩国去看伊等于用忙的机器啊，按用来做啊，按用来去做品管啊，用来去控制做到好吃的巧克力啊，推荐好些安尼。哇，古时候看完轮椅在这样么耶，味道爱真都不卡吼。一开始虽然迄味道爱照顾爸爸，不过佢想到讲，你台湾的可可啊，其实迄做得有发展的哦。古时候去到菲律宾，学习也就种的方式，韩国撒下来又去到日本、韩国去学习呀后端的这个制作的方式。古时候啊，其实撒下来佢含带的东多，家的产品的东多，非常非常多不一样的产品，各式各样的产品，爱同大家来分享。而且休息一下，等下再个再来。好，各位观众朋友，欢迎大家又转到福起来咧！我是综艺圈阿权妹，今日节目伫度同大家来小介绍下台湾屏东内埔的可可，韩国巧克力哦。刚才有讲到吼，万轮佢花喺当到心思，第一个在不管是在种的方面，还是做巧克力的方面，佢全部就花当到心思。不过啊，其实讲到呀，这个可可对台湾人来讲，佢真係一隻很陌生的一种作物。韩国汉卡唔是讲研究到东详细它的品系啊，它的品种啊，在台湾是它那一种东西来种，甚至农改场都还没有就是找出一个真正的品种，那一种品种这样适合台湾来种。不过其实就以前福起来的节目底都没有来设计的可可亚种构字，也有说到说世界上其实会有3大品系的可可。对，那在台湾其实好像听说其实是没有办法找到一个真正的品系了，用不按呢哦。其实也嘛唔讲，台湾没有品系啦哈。过去因为我们从国外啊进就是进了这些种子进来种嘛哈，等那前辈啊，因为要大量去繁殖它嘛哈，都用迄种子啊。种起来，然后对，然后就想说让大家可以比较多，因为那时候想种的人很多啊，所以就种子种上来。那因为其实大家没有考虑到，就是说，其实可可它是变异性很大的，对，所以说它如果是用我们这样的种子下去种的话，它里面50颗种子，它其实就是50个不一样的。长得不一样的东西，这样我知道要怎么来比喻了，就像Annie种保秀一样，种玉米也是这样。你今天种糯玉米跟水果玉米，你如果种得很接近，你的那个玉米长出来就是。如果它有这样混到的话，你的玉米长出来就可能是有几颗是糯玉米，有几颗是水果玉米。对，可可也是这种道理，也是这样的道理。那所以说，等那朋友，农友的田里面啊，如有库里奥罗，阿玛有巴拉斯托罗，阿玛有群里塔里哦，所以哪一颗是什么，其实他们也搞不清楚哦。一刚开始啊，俺妈唔第一时间啊，农友都同来讲。都红色的都库里奥罗啊，绿色的都法拉斯托罗啊，我就问他说，那用果皮来，就用果皮，俺都去菲律宾的时间，俺都吞先生来讲，先生讲慢点吞讲的呀，然后那个原来不是啊，然后所以才开始说，原来我们之前有一些误区啦，不过就表示说，因为我们的资料也不够多，所以也不是说我们故意弄错它这样子，所以回来开始我就找了那个种苗研究中心，种苗厂，他们跟我们做配合，
那他们就是协助我们，就是把每一棵树都给它贴了一个名牌哦，嘿啊，所以它有编号1，然后一直编到大概1000多号这样子。那我们从这里面开始就去分析说每一棵树它的种子切开来是长什么样，它是偏哪一个品系，偏哪一个品系，它的产量整年产量好不好，会不会发芽，有一些种子的一些问题，我们要去把它理清这样子，那慢慢就建立它的一些资料库这样啊。从这资料库，今年就是说我们已经到了第1年底了嘛，我们也选出了将近就从1000多棵选了大概60几棵，这是60几棵呢，就可能是未来就是要竞争为我们做繁殖的很重要的工作这样。那我们第2步，我们就是去测它的含量，可可脂的含量。可可脂的含量，对，我加个油。爱德路它最有价值的路也可可油啊，所以爱德路开始分析它的可可油啊，它多酚，因为巧克力它的我们想说我们因为很小。产量可能不会像世界那么的多，所以我们就要往质的方面去走。巧克力，对，所以我们就想要挑，这个多酚含量是高的。多酚其实是对人身体好，就可以抗氧化这样子，那它就比较对我们的巧克力的品质就会又再更好这样啊，所以我们在做这一部分的分析。那明年开始我们分析结果出来，就会开始协助农友，就是我们选了可能30棵树，这30棵树可能是产量高、病虫害问题少，然后又是多酚含量高，然后可可脂含量也高的，我们就可以让大家可以去嫁接。哇，要用假的方式，用假的因为在国外中南美洲也好，还是菲律宾也好，大部分种植可可的国家都是用嫁接的。那嫁接就是复制人的概念嘛，对，阿鲁好的啊，阿鲁推复制过去，它也会是好的。插过去，故说你生出来没会暗呢，故说这样子就可以尽量的把你可可树的品系然后给统一，尽量就是让它趋近这样子，就我们也不会说统一到剩下一个品种，这样也不好。就是我们尽量慢慢的把它收敛到，比如说这一区就是 Criollo， 然后这一区就是 Fastoro， 那一区就是Trinitario这样啊，这样我们后端要做加工的这些朋友们这些业者也会比较容易。因为这3个品系它的发酵的时间都不一样。哇，所以应该说老你台湾的可可树把它整理出一个规则来。对，就慢慢的把它建立一个规则。对，所以接下来你就来同大家来了解这个我们的可可流。其实还是有懂人对可可是非常非常陌生的，像我树红叶粒就是可可。那其实我家已经有画一刀了，也他就来打开来本大家来看一下。它其实阿 Kim 会很厉害哦，里面长得很像山竹，它有这种白白的果肉。那颜色嘞，这个巧克力，我们吃的巧克力黑呀，果肉底部也盐，对不对？所以其实这个是可以吃的，它可以吃，而且吃起来口感会，吃起来看阿 Kim 吃起来看味道，好好吃哦。等一下哈，开始就是从。以前那个果肉没有利用嘛，雅哈爱等开始在研究果肉按钮来利用，就不要把它弄黑，因为果肉很香很好吃。真见佢有一些的酸酸，韩国又有冬天没看过，其实很像那个台湾有进口，现在没有了，剩下泰国有的那个山竹，味道很像哦。不是呀，这种可可的果肉，以前因为要做巧克力，所以其实果肉是没有利用的，对。奶等觉得有点可惜，所以现在就慢慢的会把它回收回来，然后再做一些产品的研发，就是目前还在研发的阶段。对，所以这个是我们的可可构制。那其实要从这个可可的果实要做成巧克力，要经过非常非常繁复的过程，我们也请盲人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奶等图采收之后啊，都要开始走发酵。那发酵的时间呢？等都把它采下来之后，就要放在木箱里面。因为那木箱啊，我们可能四面八方都还要把它铺上香蕉叶香蕉叶，很奇怪，为什么要香蕉叶，对不对？为什么芋头叶都不行？对呀，我们那时候想说，芋头叶也很多啊，为什么一定要香蕉叶？后来也是请教了那个日本土屋公二先生，然后慢慢他跟我们说，因为香蕉叶它的背面啊有很多的好的菌，可以帮助可可去做一些分解跟发酵，所以说，因为我们从果肉它会转换糖嘛，会转换成酵母。所以就要靠这个香蕉叶去帮助它，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它裹覆香蕉叶，然后前2天就要把它密封起
起来，就不要让它有跟外面做接触这样。然后后面的4天呢，我们就要开始去翻搅它，让它可以适当的填入一些氧气，让它去做转换这样子。所以这样子发酵的期间大概要大概夏天可能差不多要6天，如果冬天会拉长到7天甚至8天不等。对对对，因为它的温度的变化，对，发酵。好，发酵完之后，大家觉得日晒，很多人都在这一关跟我说，如果拿去机器里面推行行，如何为啊？不可以哈，为什么？它一定要吸收太阳的日月精华，一定要太阳，它一定要它又很奇怪，就是它一定要太阳去晒的日照的，它的风味才会好。如果说你是透过机器去烘烤，给熟搭的哈，把它给干燥的，它的味道就比较不好，而且它整个巧克力的香味就出不来。那主要我们后来也是经过老师的指导，就是说，因为它经由太阳的日照，可以让它把一些氨基酸啊，还有它里面的发酵后段的这些成分，再去做一些转换。对，然后日晒完之后，我们还要挑哦。你看，你剩下来台湾有的大嘛哈，有的小嘛，对不对？我们这里有这个，这是刚刚已经到刚刚那个步骤的。对，我等下可以挑过就有太粒呗、细粒呗，可以分开来。对，有太粒呗、细粒呗。分开来之后，我们再去做烘烤。烘烤完之后，烘烤之后就像阿 Kim 们手上拿的，就像现在这个，都可以吃当坚果吃。呀，就做点拿来吃，不过我头摆有食过豆腐的呢。应该不会轻浮啦。真的不会苦因为我头摆就像吃到，我一开始有吃过那个可可果实里面的叶，那一吃完一开始吃到哇，好苦哦。对呀，它有一些酸酸的蜜头，然后是不会苦的耶。因为香香的比较像坚果主要这也是我们在发酵的时候也要把它控制好。那你发酵控制好呢，它就是它的味道就涩味跟苦味就会把它挥发掉。对，它就会随着那个阳光啊，随着你发酵的过程就挥发掉。所以英国讲有好吃的可可或者是巧克力，应该是从发酵这个过程非常非常的重要。发酵的过程就决定了这个巧克力好不好吃，对，就风味好不好这样。对，鼓手你发糕以后做成脱壳之后，然后再这个叫什么研磨精炼？对，研磨精炼就是等下就是腿它的壳剥开来之后啊，我们就开始放在研磨机。研磨机它大概要研磨72个小时才会像巧克力这么的精细。对，然后所以说研磨的时间它也非常的长，然后我们也就是需要去让它注意它的研磨的时候的温度啊，不要过高，就是要在60度以下这样子。对，其实看到亚就会一袋非常难得的，在我们台湾的精品的巧克力。对，就是你们刚刚经过研磨之后，才有这么细致的口感。大家有看到吼，阿 Q 摸也好来吃吃看哦。我觉得它的花香味一开始就出来了。它跟外面我们吃到的巧克力真的不一样，因为 Noble 巧克力吃起来就是甜甜的、奶奶的味道。你过来一口是可可的花香味，再来才是酸味，再来才是一点点可可的苦味，微微苦的感觉。而且你看，真正的巧克力就是我拿在手上马上就融化。真正的巧克力就是不但浓你口也浓你手。对，因为它的对，因为它就融嘞。的那可可脂的含量够啊，因为没有抽油，所以说它可可脂整个都含在里面，大概就50% 的油脂。所以说我们也没有加牛奶去调味，它就是只有可可它的豆子这样去研磨下来的纯的黑巧克力。真赢，讲到这个抽油，其实啊，你 Noble 大部分大量生产的这种巧克力，都是把可可的脂抽掉，可可的油抽掉，换成棕榈油，或者是换成其他的油比较便宜的油加落去。所以其实你台湾你真的很难得可以吃到这些精品的巧克力，而且休息一下，等下还有较多巧克力的产品，会同大家来分享哦。好，朋友
迎大家又轉到福喜來咧，我係鍾意群阿權妹，今日節目當中同大家來分享喺台灣屏東嘅可可韓國好吃的精品嘅巧克力咯。剛剛阿權妹說了一堆啊，這個70%的呀巧克力，我就知道，完全唔會腐呢。韓國沒有一種凍牛很濃郁的香味，而且重點係我知道台灣精品巧克力最重要的就是色嚟到花香味，色嚟到一絲絲嘞酸酸的味道，有一點果香味的感覺。對，等那巧克力呀，發酵出來之後啊，都有一點花香，然後有一點點糖蜜的味道，然後還會有一點萊姆酒，就是你會感覺到一點酒味的那個酸的感覺，所以就像葡萄乾一樣，就是有一點它的酸氣。對，有葡萄乾的感覺。對，就是真正你聽到過東南吃到那種有酸蜜口感的巧克力。我覺得其實我們愛點屏東的可可其實還蠻有特色，而且風味是跟你大量工業的巧克力的風味完全冇共用。真係愛同觀眾朋友講。天超愛食過台灣的精品巧克力，因為這個會完全顛覆你對巧克力的味道。雖然其他的大量生產的巧克力一樣 Q 用東後是一樣非常非常好吃，但是你一定要吃過台灣的精品巧克力。而且其實像你們在製作的時候啊，各種趴數都有，對不對？對，因為愛等會搭配巧克力的師傅的需求嘛，所以愛等都有從100%一直到55%，愛等都有做。係啊，所以一定各種嘅趴數都有，巧克力嘅師傅那一種嘅趴數，我哋都做不一定，就客製化服務。那按嚟做嘅原因呢，也是希望說越多的師傅來用我們的屏東的巧克力，按嚟都越多的朋友可以吃看看我們屏東的巧克力的味道。對，因為像用按你用很多種趴數的方式來做啊，對於頭擺一般傳統的農民可能會知道太麻煩了，因為它做好多種。因為你做每一種不同的時候，你就要換鍋嘛，你不能說重複做安尼啊，所以我哋都。比如說接到訂單一下，今天可能是我接到一個最好笑是，根本是接到65%，啊，明天跟我說他另外一個師傅說他要66%的，他另外一個師傅來說他要67%，他都唔可以講好，全部用同樣的趴數嘛，但差一趴有沒有那麼差別？對，開玩笑會按嚟講啊。唔過你喊去做誒，我嘛去推做按嚟，啊唔過。從師傅來改等去推學習的角度，可能其實它的趴數一點點不一樣，它的風味其實就不同了。哇！所以你要體驗巧克力啊，你就是要從55%一直吃到100%。啊！希望我有一天有這樣子的機會，可以去做巧克力55%到100%的味道之旅。對，真的歡迎一定要來我們屏東內埔。覺得非常非常的有趣。對啊。韓國唔單將巧克力這個東西本身味道很好之外，其實它給韓州的有其他的變化哦，就發揮台灣的這個精緻農業的精神，蔥芽素烘呀，這個很可愛。但是我一開始看到，我以為它是餅乾，不過它其實不是，它是鳳梨乾。對，鳳梨這個果乾，韓國包巧克力。我哋一下用青島，我哋屏東嘅農特產啊，像鳳梨果乾啊、芒果乾啊，還有火龍果乾，我哋都。因為我們畢竟巧克力，它就是可以跟所有的東西做朋友，什麼都搭，對，它百搭款，那所以我哋都可以結合在一起。那這樣子就是說，也可以幫助就是我們其他的農友，像比如說像我們最近也有做香蕉的啊，香蕉，比如說做那個塔，然後他們就可以沾香蕉巧克力冰淇淋這樣子，那這樣就可以解決一部分農民的過剩的這個問題。對，而且這個好好吃哦，因為鳳梨本身就會酸酸甜甜的果子，然後再加上外面有一層巧克力，味道也太搭了吧？對，按來等選的這個鳳梨，可能阿 King 可能會有一點小。應該手工叫奶油鳳梨，按 C 鳳梨，這是什麼品種啊？要買台金鑽啊，可是啊，大家要買那個果乾就要買漂亮，所以就是中間的都會被先買走啊。對這些農友來講，他就頭尾就沒有人要嘛。哦，所以乾脆拿來用。嘿，按愛等做巧克力，愛哈貝路按你太大我也放不下去哈。愛都說按唔怕，頭尾冇你要用你都買本愛，愛用同樣的價格跟你買。對。
这样它就不会说有这个头尾就是要丢掉啊，就是这些本来就是好的东西，但只是因为它的大送很可惜，对，就很可惜。你刚才吃到压榨凤梨干呐，吃起来它是很软的耶，给摸枣枣，也有一些的水分，然后这样软软的，非常非常的好吃。等一下做凤梨果干嘛，还等屏东的农友啊嘛做啊，我是觉得他做的非常的棒，所以我也很愿意帮助他这样子。对，鼓手单枪有这个巧克力跟凤梨果干的结合，其实还有这个是巧克力的凤梨酥。对，它是巧克力，这个应该只有台湾才吃得到吧？因为它真的很特别，凤梨酥本来就是我们台湾的名产，韩国有干哦，不很用的巧克力。我去韩国的时节啦，去拜师啊，我唔会做巧克力嘛，我都亲自做巧克力凤梨酥，我都带巧克力凤梨酥一本我欣赏，推讲用来做巧克力凤梨酥。那他就跟我说，不然我们来技术交换，我教他做巧克力凤梨酥，然后他教我怎么做巧克力这样子啊。所以其实我觉得巧克力凤梨酥它还是有它的特色，对。而且你里面是用土凤梨做的耶。那吃了都跟凤梨的那种香味，非常非常的好吃，而且它其实没有很甜，微微的。对，就是我们希望就是说它是比较健康，因为大家对凤梨酥的观感就会觉得说它很甜啊，很油，然后所以说我们就让它不要那么的，就是在配方上我做了一些调整跟改变，让它吃起来就是说，大家会想要吃它这样。以蜜桃白凤梨酥酸酸甜甜的，我们就会想要配。外面的皮是有一点点奶的味道，奶粉的味道的感觉，或者是有些甚至有研发cheese口味的凤梨酥。对，你讲巧克力口味，因为巧克力本身就会一种味道非常浓郁、非常多层次的东西，然后你跟那个凤梨酸酸甜甜的那个搭在一起，结合在一起，真的是很意外的搭哎。谢谢，很厉害！你怎么会想到说做这个东西？因为某看过啊。过去在学校嘞工作的时间啦，我就是负责做两岸事务啊，所以我每次只要要去大陆，我就要带伴手礼，就是都会被选凤梨酥嘛。然后我就觉得说，奇怪，我们做了那么多的凤梨酥送给了大陆，可是我们自己却很少有机会吃到好的凤梨酥。没错。然后我那时候就觉得说，凤梨酥对我有一种就是一种情感啊，就是因为我觉得就是要去看朋友了，所以才会带凤梨酥这样子。那所以我就想说，那我也要来做巧克力凤梨酥，将来就是也可以分享给我的朋友吃。对，然后其实除了巧克力凤梨酥之外，还有巧克力牛轧糖。对，巧克力牛轧糖之外，还有可可茶。我对可可茶这种东西应该吃到很难想象，这样子的东西到底是用可可的那一种素材做出来的茶？也还用爱的特为外皮。嘿。我们刚刚拿出来的这个可可豆，对，然后你把它剥开来之后，因为这个外壳不要了嘛，不是有这个壳吗？嘿，有那个皮就不要了。对，所以皮不要之后，我们丢掉很可惜呀。后来就也是跟日本的老师学说，这个皮其实是也很营养的，也很有价值，所以我们就把它来做成茶包。然后它因为没有咖啡因，所以它对健康也很好。对，没有咖啡因。对，因为很多人喜欢喝茶饮，但是其实有咖啡因，所以它就可能会造成一些身体的不适。对。但是如果没有咖啡因，对，它就是一个非常好的茶饮咯。就是就来色看呐，黑马干米头。我光用闻的，我就闻得到很浓的那个，一样是可可的酸味跟花香味。这根本就是在喝花茶。我完全没有感受到它跟可可有什么样的关联，应该完全感受不到哎。就是它会有淡淡的巧克力的香味，然后是香气非常非常的浓厚。对，但是你喝那个茶，你喝起来就觉得就是花茶的感觉。没错。对，但是它又没有咖啡因，所以就鼓励大家多喝。真的。冬天来了，韩国唔单枪案呢，还韩州得做保养品。对，因为我们有一些农友，他可能在发酵上面做的比较不好那个豆子如果丢掉就很可惜。对。所以我就教他们说，可以把油脂，我们再把它做一些分离之后，这个可可油脂我们就拿来做护唇膏啊、护手霜啊、面膜啊、乳液啊，对，它就开发另外一个价值这样。真的，你这个可可油其实就会扣
亲友家出的素材。嘿，对，故事其实看得到万伦给发一动到心思，在这个经营台湾的可可，协助台湾可可的农民，然后制作这个后端的生产。是。假使讲天时机条前的观众朋友，想要同听呀相关的巧克力还是可可产品，应该要用什么方式呢？可以上我们的脸书 FB，就是好时丰农都可以联络。阿妈也可以看，刚刚我们的那个目录上面也有秀我们屏东的26家的巧克力业者，其实也都吃得到我们屏东可可的产品。没错，分享大家多多支持，安利台湾的巧克力，台湾的可可。今日也谢谢婉伦来到节目当中，谢谢。没什么各位观众朋友的收看休息一下，听听运通欣赏来做运通了。